李前辈，赵毅的孔令军。 李前辈，这怕是要过千了。好不容易睡个踏实觉，麻烦。 王献之，敢问何为九天之云下垂？何为四海之水接力？徐凤年终于找到了。现在多少？再等等，等李成刚出剑。这就是你想对王献之说的话。九天之云，四海之水。徐凤年，你为什么要来武帝城？你如果怕了，就闭上嘴，逃出城，逃回北凉去。我不怕。别对我说。王献之，上言我不在乎你的规矩。今日我来，就一定要取回剑下。你要敢拦，上言我早晚把你揍成地瓜。地瓜？是说揍成地瓜吗？应该是。骂得好，有胆识，过瘾。你说什么？之前和老黄3年游历，吃的最多的就是田里顺来的地瓜。刚才边喊边想着这事儿，结果就给喊出来了。好多年没有听见武帝城有人这么说话了。这才是北凉之主的气魄。就怕王献之忍不了了。准备动手吧。我要告，谁愿一战？天下第二王献之。王献之。
恩是谁？我先给你打个招呼。前辈请讲。就算王献之不在，12武奴也还在镇守城池，要登谶楼不太容易。都到这一步了，还能退吗？说得对，都到这一步了，不能退了。借剑一用。好一个李成刚！这么多把，应该能赢吧？到我这境地，飞来1把剑和无数把剑，其实都没了区别。那为何借这么多？这不显得霸气吗？去拿你该拿的。王献之、李淳刚来访东海，借着满城剑与你一战。李剑神，又见面了。打完再聊。等等，不如出海一战。都行。当是最强一战。风景不错，就这儿了。可惜，这么多剑，少条胳膊没事。春秋不同啊，可惜了。没什么可惜，别说少条胳膊，手脚没了，我李淳刚一样不怕打架。这话说的不太吉利，这句收回行不行？天地同力，有意思。请出手。且看我一剑破之。
打起来了！别走！快点！在那边。好，跟我来，咱们去看看。快！李建神、王先之，这些都快不是人了。哎，神仙打神仙的，咱们打咱们的。火炼剑，以金铁炼剑，以气血炼剑。今日，我借阴阳之机，星光之焰，借雷霆淬砺，乾坤作也。直至今日，终于建成。开天门，好一个剑神李成钢！好剑！李成钢此剑开得天门，杀得你王仙之否？一个一剑开天门。小师叔，又去偷菜了。小师叔，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。小师叔刚才好好的，怎么成这样了？刚才好好的。小师叔啊，别动他！
怎么回事？小师叔方才呆立在这儿，望着天边，突然就成这样。哪个方向？那边。是东方啊！就地给他搭个棚子。然后呢？然后什么都不需要做，等他自己醒来。东方发生了什么，能叫醒了你？终于等到这一刻。就没见过这么打架的，真是开眼界了。你说，他们还是人吗？是。哦。王先知我不清楚，李剑神绝对还是人。剑侠取回来了，那我可以继续动手了吗？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吗？李剑神刚出剑，你觉得他还顾得上你吗？还有个人藏在这里。桃花剑神在此，不仅仅是为徐凤年吧？见过赵老天师。你认得我？虽未谋面，却也听闻过赵老天师的风采。也是难得。知道我的人极少，怎么就遇上一个？你运气不错。没明白。李淳刚和王先知动手之后，我就能杀你了。可偏偏新湖内，感受到武帝城外有绝世高手，便想着再等等。没想到等了个桃花剑神的报恩局。方才阁下与武奴动手时，藏了手段，闹着玩玩，何必较真呢？敢问阁下的身份是？被认出来就不瞒了。贫道龙虎山赵玄素。宣字辈，世子，宣字辈可比当今的龙虎掌门还高了2倍。眼前这位，怕是已经活了2个古稀。猜到阁下要对我动手，但没想到辈分这么高，也是难为赵老神仙了。这几日还要管我叫大哥，我都不在乎，你在乎什么？敢问阁下还杀我吗？本来还是该杀一杀，毕竟邓太阿在，该留几分面子。前辈也是来杀徐凤年的。方才邓前辈说过，他的恩情已经报完了，之后徐凤年的生死均与他无关，眼前这位世子还是可以杀一杀的。晚辈愿与前辈联手，如果桃花剑神不出手，眼前这些人是拦不住前辈的。下面的符角红甲是你的，若前辈喜欢，可拿去赏玩。你就是赵凯。前辈知道我。徐凤年我不杀了，杀你也一样。
云磊也想破局。晚辈要是说错话做错事，愿向前辈谢罪。徐凤年是大乱之因，你也一样。龙虎山既受皇恩，今日就取你性命还份恩情吧。这是疯了！你救他，赵老神仙，手下留情。他一路都在杀你。能不能说一下，救我这事儿，你怎么想的？你的绝路不该在这儿，还不走？想来想去，也想不出你救他的理由。按常理来说，你应该是疯了。有可能，可我知道，你小子心思极深。你救他，必定是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在。给赵老神仙赔罪。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越来越了不得。要不是邓太阿在，我真该杀了你。还请赵老神仙手下留情，放过那二位。反正将来都是你自己的结束。这都什么局面？多谢老神仙。老神仙这次来武帝城，不仅仅是为了杀人吧？自然是为了开天门求飞升。天门，武学到了极致，就有飞升为仙的机会。要飞升，就要打开天门。我虽身如少年，内在却接近腐坏，毕竟等了2个甲子。老神仙连这都告诉我了。终于有了登仙之机。这些话说说也无所谓了。天门重开，是因为李剑神与王仙芝一战。怕也只有这2个人交手，天门才会重开。我没来错。天门将开，仙界重临，我终于能迈出这一步。桃花剑神此来武帝城，想必也是为了此事。你还说对了，我还真是为了天门而来。天门眼看就要打开，你我都有飞升机会，或许还能合作行事。这2人全力交锋了。一步了。白大妈，天门将开。
年来唯一一次开天门的机会，他们俩就准备放过了不成？或许他们二位不愿飞升呢？不愿飞升？为何不愿？或许比起仙界，他们更想留在人间。人间有什么可留的？这种机会怎能错过？如今契机已成，再加一份力，便能打开天门，迎回仙界。既然如此，就由我来打开天门吧。剑戟！邓太阿，你做什么？老天师方才有句话说错了，邓某此来武帝城，确实是为了仙界天门，只不过不是等他打开。那你要的是什么？我要的是阻拦天门重开，要仙界与人间断了往来。为什么？历来古籍素有记录，仙人下界。所谓仙人，早已抛却人心，以天道自处。每逢仙人临凡，仅凭喜好，便要改换天下之事，江河改流，山川移位，都属平常。更有甚者，仅凭一己之好恶，便要断人间之生死，不知换来多少白骨累累。那又怎样？世上王朝更迭，不也是杀戮不断？别的不说，这位是北凉世子，他爹徐骁当年杀了多少人，怎不见你提剑斩杀？王朝更迭，乃是人间自己之争斗，我从未想过让天下无杀戮。说起来，我自己所练的就是杀人之剑。可是人间之事，自然由人来决定。这人间不需要仙人。就为这个，你要拦下天门重开，断了天下武学者的前进之路吗？哼，邓某从来就不是讲道理的人。你拦我飞升之路，你我便是不共戴天之敌。你也拦不住我。峨眉朱雀，黄铜皮肤，一米太阿。剑阵，此剑阵取名冰解，本来是为王仙芝而准备的，却不想用到了阁下身上。我倒要看看邓剑神能否冰解贫道。星辰之力，雷池之威。邓太阿，你怎敢如此？邓太阿，你走我飞升之路，我必要杀尽你血脉气蓬。赵老天师，此时收手，
还能保住性命。你这又何苦呢？如此作为，岂不是断了自己的生路？天人之间，岂受他人束缚？这人间，我已待腻了。生而为人，却腻了人间，哼，何其可笑！我等进入天人之境，便再也不算普通凡人。只是为了变强，真的要抛弃那颗做人的心吗？我扔了又如何？赵老天师，邓某的剑下不许人间有仙。徐凤年，他既然与你有恩，我就让他死在你面前。老子让你登仙，剑酒6000里。吓我一跳，这般境地，就算是神仙也杀不了人了。不是杀你，只是坏你气运。徐凤年，你这身大黄庭终究不是你自己得来的，我将自身气运、武学之路都送给你，同时也是将我的劫数一并给你。若你从小习武，并无大碍。可现在嘛，你气机必将紊乱，天人难救。就算神魂俱灭，也要在邓太阿面前杀你才好。转气运之术，你是那老家伙的弟子？为什么救我？世子，世子，世子！因为在我最绝望的时候，你娘曾给过我一线生机。娘娘。谁杀你，哼，我便杀谁。
既然会这骑术，身后自有师承，不会出什么大意外的。李前辈，你打完了？打完了。邓太阿给你的。是。邓前辈呢？也已经走了。这还真留给我了。既是飞剑，又是剑心传承，他倒是舍得。没事，多看看这飞剑，多想想他今天的出手。您不是说要我走自己的路，少看别人的武学吗？有我传你建议，别家武学还有什么必要去学？不过这邓太阿的飞剑倒是可以借鉴借鉴啊。就是这剑太秀气了，颜色还那么艳，小女娃的鉴赏水准不超过8岁那种。幸亏邓前辈走了，不然您还得再打一场。打就打呗，老夫打不过王仙芝，还打不过邓太阿了。中海之上，前辈输了，胜负未分呢，但再打下去怕是要输。没打完，不打了，再打下去要冲开天门了。真有仙界，仙人有什么不一样？嘿，都是自认为仙人的蠢材而已。您知道所谓仙界的秘密？那种破事你现在用不着知道。就你这身手啊，那地方的事对你来说还早着呢。您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一战既然没打完，就不能算输，没准打下去就是王仙芝油尽灯空的。哎，输了就输了。王仙芝底子扎实，悟性又高，修为稳步上升。这些年来占尽天下高手磨练自身，我毕竟耽误了几年，又少了条胳膊，赢不了。反正我心中，您才是天下第一。谁会在乎啊？打得尽兴就好。不过方才一战，王仙芝也使出了9分力，普天下逼他到这一步的，怕是没几个了。他还没出全力。王仙芝若出全力，恐怕只有500年前的吕祖才能稳压他一头啊！这么强吗？啊！哎呀，那咱们还在武帝城？废话。赶紧跑呀！我还拿了老黄镜匣。哎呀，拿着吧，这点面子王仙芝还能给我。那什么，那您面子有多大？你要干嘛？我能跟王仙芝聊2句吗？龙虎山的人为什么要杀你？为国除奸呗。谁是奸？我，徐凤年啊，都是。你等等，徐凤年我还能理解，毕竟北凉是王朝心腹之患。你呢？你不是说你是皇子吗？没法子，谁让我是私生子呢？我杀徐凤年，本质就是为了调戏天下战乱，借机掌兵。如今这心思被看穿了，要杀我也是应该的。谁看穿你？龙虎山？龙虎山就是打手，背后的主使者8成是张居禄了。那老头精得很，瞒他太难。所以，你理解龙虎山杀你的缘由？挺理解的。换我，我也杀。杀我一人，消除未来乱局。我既然不甘平庸，一个后果，当然自个儿接着，不怨别人。你连背后主使都猜到了？是啊。那你怎么还一脸想不明白的样子？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救我。福将红甲都认出来了，一路杀他也坐实了，他跟我只能是不死不休啊！凭什么救我？想和你画地为友。我天天追着赶着杀你，你能画地为友？那我也想不出了。
想不明白，算了，走吧。回武帝城？是啊，回去做什么？杀徐凤年啊！人还好好活着呢。他救了你，你还杀他？我心里是感激他的，但这跟杀他不冲突。人生两难全。不用去了，大师傅。有消息了。广陵军出动，李淳刚走出马车，一剑横空。结果呢？赵毅派出多少兵马？2000余人。李淳刚一人一剑。一人一剑，此次再无人敢阻拦车前，一路被去了。真厉害！徐凤年呢？出来没有？李淳刚既然还在马车上，徐凤年自然也在，就算不在也不重要了。有我陪你西行。李淳刚不来，谁拦得住你？那就万无一失了。这一夜难得睡得踏实。大师傅，咱们上路吧，我已经等不及，赶去西蜀了。好。起床了。大师傅，为何不骑马了？骑马，人多眼杂。那下面的路，走水路更安全。到前面登船，后面的路沿江而下。时快时慢还不停改变路线，大师傅，没必要这么小心了吧？现在没有人能够追得上我们。怎么可能？
可能？还记得我在武帝城和你说过的话吗？就这事，你怎么想的？你的绝路不该在这儿，还不走？你的绝路不该在武帝城，而是在这儿。武帝城救我，是为了在此劫杀？说不通吧？救你、劫杀，都不是为了你。我眼中的敌手，从来就不是你。你等的是我。我娘进京中伏那天，你人在哪儿？徐骁应该查过。我受命离京，不在京城。我查了你的调令，也找人把当年每一个存活下来的人问了个遍。韩雕死，我娘中伏那天，你回了京城。这么说，是有人看见我了？是有人看见了，但不认识你。但没关系，你的相貌比较好认，就不怕认错？本来已经8九不离十，而武帝城一行，则是彻底确认此事。这个人当日再没在京城。他在。你在京城？为什么在？因为皇室围杀我娘，需要你这个大内第一高手坐镇，但你们也害怕北凉事后报复，所以做了你不在京城的假调令。谁能想到，我娘她居然能逃出升天？那段时间你们应该很怕吧？怕北凉起兵杀进京城，但是并没有，因为我娘没有把这件事说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天下初定，若此时再起杀机，世间又将陷入战乱，生灵涂炭，万劫不复。为了天下人，我娘瞒住了此事。她很了不起，可这样的大局，你们在乎过吗？北凉如此强悍，换了哪位君王不担心呢？你承认了？到了这一步，再狡辩就失了气度。没错，当年围攻你娘有我一个。很好。徐家清楚玉兰，徐骁没猜到的，你做到了。你就这么小看徐骁？这么多年以他的能力啊，我不相信他没有回忆到你。但他始终没有想过复仇，因为北凉子弟死伤无数，才换来天下太平。他不敢为了一家私仇再起刀兵，让天下陷入战乱。他是害怕对不起那些战死的老弟兄们。北凉王重大局，但我和徐骁不一样。杀母之仇怎能不报？没做错的人为何要忍耐？为何要妥协？我徐凤年绝不委屈自己。所以，你宁愿毁了先辈创下的太平盛世。我都说了，我和徐骁不一样，人情公理我要，天下大义我也要，凭什么偏要选一样放一样？我偏要两全其美，不愧本心。现在想想，曹长青这次堂而皇之的去西蜀，也是在配合你行事。可有些事情，我始终想不明白。你怎么知道朝廷一定会让赵凯去西蜀？又怎么会知道是我来送他这一程？更古怪的是，我们这一路线一变再变，你怎么能拦在此处？自然是有人通风报信。
是你？你是北凉手下？当然不是。其实他的身份就是你一切问题的答案。我为什么知道朝廷会将赵凯派去西蜀？自然是有人在朝中帮我将局势推向这一步，同时又在与我互通有无。你到底是谁的麾下？你没看我是用刀的吗？顾建堂，顾将军告病，是不是很及时呢？不可能。顾建堂为什么要和北凉合作？因为只要我活着，大师傅就会把所有的机会都留给我。有您在，就不会让顾建堂离开京城的。猛虎不回山，总是心不甘的。就是我死了，陛下也不会放他离京。可是少一分掣肘，就多一分希望。说的在理。既然是顾建堂麾下，怎么会在轩辕家做门客？算我多问了。轩辕家掌控天下水，卖这其中的便利之处，顾大将军自然是看明白的。对大将军来说，我就是不知名的小人物。我想入驻轩辕，既是受命，也是为自己求前程。可惜啊，被世子抢先一步。轩辕家的时候，你就和徐凤年合作了？并没有。大将军不可能预料到世子插手轩辕家，我是后来才受命与世子合作。哪有时间受命？何况，你也没有机会与徐凤年交。上阴学宫，你过去盯着徐凤年，如果能听到他谈了什么最好，听不到也不强求。没错，还是我给的机会。大将军看重上阴学宫，自然有麾下驻留，正好给我传令。顾大将军也不容易。我还记得那时，你回了我话。徐凤年和我媳妇儿都去了哪儿啊？就在屋里说话，我不敢靠近偷听。我见李建神的时候，徐凤年一直没出来过。绝对没有。那时候就在骗我了。对不住，你挡了大将军的路。谁？袁庭山。顾大将军想问世子，知不知道王妃遇伏那一晚，寒雕四起是在京城？我知道，我也知道顾将军想要的是什么。可以谈。这么一来，差不多都明白了。顾建堂不但没有阻挠，反而暗中推动，让赵凯接下西蜀之行。再加上此人一路暗中传信，才让你出现在这里。这么说来，西楚公主也是你的妻子了。江离不是妻子，就算没有江离一事，也有别的办法让你出京。结果这么巧，遇上了曹长青，又撞见顾建堂也想杀你，正好省去了我在京城的布置，留着以后再用。谋划倒是不错，可惜呀，顾建堂没法亲自来，就不陪你聊了。我们上船。这是我们的船，你先上船。你也来了。
姐弟4个都到齐了。虽然不会武，但为娘报仇的场面，岂能错过？难怪你要帮轩辕家，天南海北齐聚此处，也只有掌控天下水陆的轩辕家可以做到了。江南、学宫、龙虎山轩辕家，你这一路每次停留，都是为了今天准备的。你们无路可走了，就你们4个，也想杀我？谁说只有我们4个？难不成你还能从北凉调兵啊？徐凤年，我时刻关注北凉。徐骁麾下那些义子里，也就只有楚禄山听你号令。如今楚禄山兵马未动，依旧镇守在北凉，你哪儿还有援兵啊？陈之宝，这是北凉与你关系最差的一个，怎么会是他？我来这里，不是为徐凤年，只是为义母复仇。想办法杀出重围，不必等我，先去属地。北凉从阵！就这些人，远远不够。大师傅小心！没想到，到最后竟是夫妻相赠。谁与你夫妻？
可惜这样的天才就要毁在今天了。广寒，刀没丢吧？贼先擒王，两袖青蛇。什么是天命？过天门者，则可凌驾人神。可我偏偏不服，不服天道能定人神，命运无法抗争；不服人法胜天，我天人便是仙神。唯有我手中剑展开天门。现在你明白什么是一剑开天门了？斩去天命，斩去家法，这念头才是一剑开天门的魂魄所在。给我开天门！凤年，还说不要做死事。凤年，哥，去死吧！大黄金。
邓太阿加上李前辈接了一剑，一剑，下次打开盒子用两袖青蛇的心法，可以用1次飞剑。若不是李淳罡，加上邓太阿剑意，仅凭这一剑，你们杀不了我。当年围攻我娘的还有谁？师傅，我爹不愿见我吗？他想不想见你并不重要，你想要的就该自己去争，哪怕万劫不复，也要为自己闯出一线生机。我该怎么争？我教你。徐凤年，你生来就是徐家的嫡子，一切天生就该是你的，而我却要拼尽一切，才能看到一丝机会。我明白，你应该非常恨我。我不恨你，我也不认命，但我要试着改变他。哪怕这改变把我带到今天，带到现在，我都不后悔。其实你也一样，也是你，在不可能中找到了一丝复仇的希望。徐凤年，你很了不起。但我从没想过为了一己之私，挑起天下战乱。赵凯，你的下场皆源于此。我输的不远，徐凤年，你比我强。
别再掉了。顾大将军托我转告谢意，我们的合作到此结束了。希望下次不是战场相逢。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与你合作。谁知道呢？哼！回北凉。撤！凤年，我有种感觉，他永远不会承认你是北凉王。跟我回家。我们必须回到原处。如果现在跟你回到北凉，就等于是昭告天下，是我们杀了韩雕嗣和赵凯。等你成为北凉王，就能接我们回家了。好好练刀，别丢了徐家的脸。这，生扎给你留着。等我回了北凉，我得再去一次北邙。剩下凶手的线索就藏在那边土地上。等我完成真正的复仇，我就回来接你们回家。多谢。我走了。去哪儿？好几本书没看，我得赶回听朝廷。北凉再见。
如果要去北莽，我得学会自己使出飞剑才行。没感觉到邓太阿留下的剑心吗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？不过这些可以先不用考虑。也许前程未卜，但不管未来的旅程走向何方，只需记住一点：北凉在等我们回家。